好啦，跟住去到第31題啦。咁呢題就16進制咧，考埋今年應該就唔會再見到噶啦。咁我哋就都望一望佢啦。嗱，其實都係個 place value 嘅問題。咁咧，首先第一個咧係零次啊嘛，咁佢就係16嘅零次啦。咁所以就數上去啦，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咁呢個咧需要個 place value 咧6就13次啦，同埋6嘅12次咁樣啦。咁另外啦，對於16進制咧，就要學多一樣嘢嘅，就係咧佢有6個英文字㗎 A、B、C、D、E、F 咁樣啦，分別就代表咧 A 就係10嚟嘅，B 就係11，如此類推咁啦，12、13、14。咁所以攞到 E 咧，其實就係14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再轉呢個嘅16進制咧，轉咗一個嘅 expand form 啦嚇。咁其實佢就會等於咧係3乘10嘅16嘅13次啦，就再加咧 E 就係14嚟嘅，咁所以就係14乘16嘅12次咁樣啦。好啦，咁跟住點樣攞答案咧？嗱，比較簡單方法咧，其實撳機就會處理到噶啦。呢撇係撳到機噶嘛，咁你撳出嚟咧就大概就1.74啦，乘10嘅16次啊嘛。咁跟住啦，再試晒4個答案，其實咧就會試到答案咧，呢一題就會係 dot 嘅。嗱，咁當然計就點樣計咧？其實將佢轉二進制嘅做法就係咧，其實佢背後就係要變做2啦嚇。咁所以咧16當然佢就係2嘅4次，你呢個自己可以撳機 check 到嘅。咁所以咧呢個就係2嘅4次，就再13次啦。咁呢個就係2嘅4次，就再12次咁樣啦，就將個16次變一變佢先。咁另外啦，對於個數字咧，呢個3同埋14咧，我哋都要將佢變做2嘅朋友。咁咩叫2嘅朋友咧？1、2、4、8、16呢啲就叫2嘅朋友啦。咁所以咧3其實就會係咧2加1嚟嘅喎，將佢變做2嘅朋友。咁另外啦，14就係咩咧？咁我就首先抽咗個8先啦。嗱，8就抽咗剩翻6啦，咁就再加4，咁就再加2。咁呢個咧8加4加2咧就係14啦。咁呢啲都係2嘅朋友嚟嘅。好啦，咁跟住拆開佢咯喎，將呢個2咧，咁啊乘開佢啦，嗰個嘅2嘅52次啊，咁所以2乘2嘅52，再加1乘2嘅52，好啦，咁就再加咯喎，咁呢個就係咧8乘2嘅48啦，都係咁樣乘1乘3隻，再加4乘2嘅48，再加咧2乘2嘅48咁樣啦，好，再結合。一隻夾多52，即係53隻，咁就再加咧1乘，即係冇咗啦，呢個52隻。咁另外啦，8係2嘅3次嚟嘅，咁所以3次就再夾多48次咧，就即係51隻啦，加2嘅51。咁再加咧呢個就2嘅 square 啦，咁所以夾埋48咧就50隻。咁最後啦，呢個就係49啦。咁所以同樣咧都會做到答案係 dot 嘅。